台北市土防工会理事长涉嫌乱倒废土，抽到将近2亿。士林地检署接到检举，指挥刑事局甲环保署分26个线路来搜索，拘提52个被告到案，查到着犯罪所得1000多万。其中这个外号刺毛虫的土防工会理事长王建祥，甲配合的业者，拢以500万来交保。 要不要澄清一下？因为和天道明美英会精神领袖王喜武往来涉嫌馆长的枪击案，当时以100万交保。防合作刺毛虫的王建祥，即马是台北市土防工会理事长。佮因为涉嫌乌白道废土趁钱的案件，方裁定以500万交保。王建祥和姓侯业者冒台北市南港大型建筑工地废弃土石清运，最后求司机甲废土驶到云林中华较远的山区非法乌白弹，初步估算犯罪所得1亿7000多万。因为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佮有刑法的伪造文书罪，检警拘提52个人到案，依法就办。 目前检方除了查考犯罪所得超过1000万，佮有工程合约小铺和运送连单等等的事情，扩大追查被告业务事项，更有其他备案。